个礼拜呢，大家看到我有嘛个毛香用吗？某咪某冻酱，毛咪毛用板酱，点动物，变到动有hình啦，係唔係？錯，還有啊，你用啥呢？有米條拿毛，係咪？錯，看一下。小事藝，韓國呢，我要分享一則好消息咯。乜嘅好消息呢？就係7月18號，禮拜六。禮拜六，禮拜六 ，Andy 下會晝2點到3點半。下晝2點半到3點半。2點到3點半。哦，2點到3點半。有問題嘅喎。開了反思反唔轉來啦，係啦。喺啲龍潭嘅圖書館有 Andy 嘅表演咯。實報名哦。係哦，我報名哦。好嘞，去安陽。